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耶利米书25章15节到32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车肯。咱知先知是奉车肯主的仆人，上主要的工作是爱人回转来上帝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耶利米书却互咱看到先知受到车肯，是要去处罚以色列人的工作。圣经记载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将我手中添满大受气的酒杯交予我车肯离去的各国，互因啉，因啉了后会东倒西歪，癫狂乌白状，因为我要用剑械来对付因。虽然亲像安尼的工作，真容易互人来质疑旧约的上帝是一个凶恶无有听的上帝。但是咱千万毋通袂记住，上帝其实是真用心车肯先知来劝勉考劝以色列人应该爱回转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是坚持来离开上帝，就好像亲像伫马太福音第10章第10节到15节，耶稣基督当初时车肯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，也是车肯引起传平安的福音。不过，一旦以色列人无接受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就安尼来交代门徒讲：如果即家的人欢迎恁，恁就为因来求平安，就会临到即个家庭；如果因无欢迎恁，就收回恁的祝福。迄个无欢迎恁、无听恁话的家或者是城，恁就离开因遐，将骹顶的土来斩掉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甲蛾摩拉所遭受的处罚，比迄个所在搁较轻的。基督徒应该是听做军队者，是信徒，还是门徒，或者是应该是使徒呢？咱用真简单的方式来分辨啦吼。第一个军队者，就是遐个一阵听讲有耶稣，就缀人去四界行去找耶稣，听耶稣的教示，看伊行神迹，但是却无任何的归属感、认同感。另外一个解赞是信徒，这个人可能已经有得到医治，蒙恩来成做基督徒。因不但军队也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但是呢，因简单是安尼相信，也会通讲是可能热心参加主日的礼拜，但是因无搁再有进一步的委身或者是追求。第三个门徒，就好像亲像起初的12个学生，因受到呼召共款，因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来跟对伊，来伊学习，也来服侍伊。但是如果就干那学习可能真会晓查经，真会爱灵修，
却无有实际信仰的行动的时阵，就会亲像雅各书甲咱讲的：我的兄弟姊妹啊，如果有人讲伊有信心，却无用伊的行为证明出来，有甚物利用呢？迄个信心会救伊吗？基督徒用来做门徒，其实是无够野的，因为基督的信仰毋是即种的死的信仰，应该是爱搁较进一步来活出来。若无，就会亲像耶利米先知时代遐以色列共款，因会变成做毋知影通得反省家己的信仰，掠做家己真厉害去敬拜家己的手所刻的偶像。使徒是咱要讲的上的尾一项，就是一个奉差遣的基督徒。使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，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当初时差遣12个学生出去。耶稣甲因讲，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差遣这12个人出去传福音，毋通到外邦的地区，也毋通进入撒玛利亚人的城市，恁着爱到以色列人的中间的失迷的羊迄群遐去。就是耶稣差遣因去的。受差遣的工作，遮个人的工作是甚物货？耶稣基督讲，所到迄所在爱宣讲，天国得要实现啊！恁要爱医治破病人，叫死人个活，清起太过病的人，爱来赶鬼。恁白白得着，嘛得爱白白互人。钱袋内底毋通带钱、银、铜钱啊！出门毋通带女性的袋，还是2领衫，毋通带鞋甲拐啊！因为工人得到供应是应该的。恁到一个城市、乡村，先探听遐有甚物人愿意接待恁，恁就踮伫伊的家，直到恁离开迄个所在。恁真进入这个家，就讲愿恁平安。受差遣的基督徒就爱忠实来传达上帝的旨意，无论是讲祝福的话，还是讲这个有言处法，这拢是上帝所爱咱传的旨意，也是咱即群受差遣的人所需要去传达的。最后，咱必须爱搁被提醒，受差遣的人，亲像你我，咱拢应该爱成做一个真忠心的仆人。如果因为家己的感觉，无愿意讲到一较严厉或者会有言的时阵，咱就会亲像当初时的以色列人，受到上帝的处罚。因为上帝的处罚不但是临到是伫达国，是伫以色列，包括达国，更较包括特别是伊所差遣的人。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互我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我伫危急的日，毋通面滑走，毋看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。我求救的时，求你随时应我。因为我的性命亲像烟来消散，我的骨头亲像柴伫火炉内底在烧，我的心受伤，亲像草打去，连饭也拢无爱食。
我吐开海餐，我消散落目。我亲像旷野的烟吞，亲像风暴的暗光照。我规暝无困，亲像厝顶孤单的鸟仔。我会对着规日侮辱我，铁笑我的人甲我咒诅。我用火釜准饭食，我所啉的拢掺目屎。这是因为你去圣地发受气，甲我行起来，搁歇落去。我的性命亲像日斜，亲像草打去。只有上主你永远存在，互人纪念到万代。你要起来人民食安，因为现在是时运的时，指定的日已经到。你的仆人以爱食安的石头，念伊的土粉拢保守。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荣光，因为上帝重建锡安的时，要伫伊的荣光的中间显现。伊压落听散赤人的祈祷，袂看轻因的困叫。感谢上帝呼召阮成做基督徒，不但领受着救恩，也互阮领受呼召，受主来找拣。求主帮助阮明白受呼召的意义甲使命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